詩篇106第3節讓講出家啲最得福嘅人，就會查問上帝嘅法律，及造家嘅法律，行嘅公平，每日嘅時節，即家要行到公平嘅路線，最快樂及最得福嘅人，因為到咩呢？因為到呢個2哥林多書2第14節讓講出家啲。但係感恩對呢個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內中時常帶出家去得勝嘅路，格出家來發出上帝嘅名聲先過去。嗱，這樣嘅係講出家世間呢一度，出家要照上帝嘅法律嚟行，行一個公平嘅路線，行一正嘅路線，出家就係最得福嘅人，最快樂嘅人。因為到上帝時常大家同在，帶出家去得勝嘅路，去勝利嘅路，主耶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